喺呢個世界上，每個人心入面都有一個夢想，無論係成為藝術家，定係創辦自己嘅公司，甚至只係想過得更好。夢想令我哋嘅人生充滿意義。追尋夢想嘅路上，總會遇到荊棘同挑戰。每一次失敗，每一次挫折，都是成長嘅機會。成功從來唔係一蹴而就，而係無數次努力嘅累積。記住，勇敢站起身，繼續前行，先係通往成功嘅唯一道路。每一個偉大嘅成就背後，都藏住唔為人知嘅辛酸同汗水。當你感到疲倦，想放棄嘅時候，請記得，呢個根本就係通往夢想必經嘅路。堅持落去，你會發現自己比你想象中更加強大。當你終於站喺夢想嘅巔峰，回頭望望過去嘅點滴，你會明白，所有努力同堅持都係值得嘅。勇敢追夢，無懼風雨，因為每一個努力嘅今日，都是為了更好嘅明天。